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1日，诗篇28篇8节安尼讲：耶和华是伊的百姓的快乐，也是伊受我由的得救的位所。三甲来祈祷，做阮的快乐，甲得救位所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的关台，你是阮的盾牌，你是阮的倚靠，你是阮的保护，你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主啊！愿紧拿信靠你的人，要因为你的名来得坚固。愿紧拿专心仰望你的人，要因为你的权能来得刚强。主啊！因为你是万主的主，因为你是万王的王。主啊！阮的仇敌起来攻击阮，因设计要来陷害。主啊！求你坚固阮，保护阮，互阮伫你的内面安然徛起。主啊！因为你是阮的快乐，也是阮得救的位所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